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今日我哋做一款清新可口嘅中式甜品——抹茶椰汁糕。天熱就鍾意食啲凍凍地嘅嘢㗎喇。而家下面就開始做啦。先將瓊脂同埋白糖混合，作用就係使到瓊脂均勻地接觸到液體咯。如果你直接倒落去，佢好容易會結成一嚿嚿，就唔好溶解啦。再準備100毫升嘅水，加入1湯羹嗰啲抹茶粉，攪勻到冇粉粒嘅狀態，就倒入嗰個煲裏面係700毫升嘅水，加埋頭先混合嘅白糖同埋瓊脂粉。攪勻，中火煮到佢煮滾為止，過程中要不停地咁樣攪拌，因為瓊脂呢，佢要高過90度佢先可以溶解嘅。滾咗之後放埋一邊備用。接着嚟有做白色層嘅話，一樣係將瓊脂同白糖混合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嘅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。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。煲裏倒入去混合嘅白糖同瓊脂，倒埋椰汁、牛奶同埋水，中火煲滾。玻璃兜裏倒入第一層綠色溶液，等到形成一層薄膜，好似咁樣。再倒入第2層白色嘅溶液，要輕輕，咁咪好容易整穿佢嘅，因為佢係一層薄薄嘅膜。如果你等得太耐，先至再倒第2層嘅話，佢就唔會黏埋一齊啦。所以個時間要掌握好。第2層嘅薄膜都形成啦，唔會黐手。咁樣倒入第3層，稍微用個羹夾下佢，咁佢嘅衝力冇咁大，冇咁容易倒穿啦。如此類推，直至所有嘅溶液都用完或者個兜滿咗為止。我就做咗6層啫，因為我同時又做咗幾個花形嘅模具，即係咁樣一層一層咁樣倒。因為瓊脂溶液佢低過40攝氏度，佢就開始凝固啦，所以到最後嗰啲溶液可能用到最後佢就會出現凝固狀態。咁你就放喺個細火嗰度，輕輕加熱佢，等佢回復翻液體，然後繼續抽作啦。做好之後放入雪櫃凍2個鐘，多過2個鐘啦，我哋就可以倒出嚟，將佢反轉，好容易就脫咗模啦。咁你就可以切成自己鍾意嘅形狀，咁就可以享用冰涼嘅抹茶椰汁糕啦。口感 Q 彈清爽又唔甜，兼有綠茶對微苦同埋椰汁嘅香甜。低脂低糖嘅版本就適合健康嘅人，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口味嚟整甜度同埋茶味嘅濃度，係非常適合作為下午茶嘅甜點同埋天熱嘅時候食用㗎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並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。感謝觀看，拜拜。